后来，这个美国内地已经确定明年的元旦进口台湾。进前因为公开来讲，莱克多巴胺比摇头丸毒250倍，这个医师苏伟硕去互食药署，讲伊传播着无实在的消息甲告发，引发着外界的质疑，敢讲政府是咧操水表咧。虽然警方已经取消无要甲传来问，也毋过苏伟硕早起也是到监察院庭前要求人权保护。监察院长陈菊讲，按照定序来进行。坚决反对政治迫害！坚决反对政治迫害！大声发抗议，医生苏伟硕来到监察院庭前，因为伊针对莱克多巴胺议题公开发表言论，坚持内这有毒，对人体有危害，索求警察约谈。你光吸就可以吸到莱克多巴胺的活性可能是它的250倍。就是这个言论，互食药署以黑白放消息来告苏伟硕，警察本来预定要甲伊约谈，不过尾背回莱克多巴胺毒性是摇头丸1/4了后，警察已经取消传讯。不过这个过程，互苏伟硕烦恼，家己去政府找麻烦。有害怕，我们会很多话不敢讲，因为我被这个移送法办之后。说实在的，我有些话也会再三思考。苏伟硕向监察院长陈菊陈情，讲政府乱使用权力，只要注意，嘛要求人权的保护。台湾他现在行动自如，发言自由。他今天有受到什么立即的迫害？我想，人权会依照我们的法律没有批复的问题，我们尊重。他到监察院的陈情。美国内地的行政命令和相关司法草案已经表决通过，内地会正好，苏伟硕同款坚持立场。若是要改变内地政策，恐惊要等到明年国民投票才有机会。